咱礼拜堂的内底温暖啊，较济咧安尼，感谢主的恩典。上帝听遮尔济，寒冷是上帝赐福的日子。有一届苏联咧战争，德国伫遐咧相战，迄阵德国拍苏联，了后的时阵迄阵苏联还阁是民主国家嘛但是因为一个问题就是到正尾才阁变做苏联。了后迄阵的时阵，因为德国愈拍愈入来，愈拍愈入来，已经拍要甲苏联的即个京城。迄阵就无法度，毋知要安怎样结果大军一直对着德国一直拍，到尾即个时阵无法度。即个苏联的皇帝沙皇才伫迄个所在讲咱大家起来祈祷。结果因伫迄时阵祈祷到迄一暝迄阵才11月天尔。11月天的时阵苏联无应该落雪，但是迄一暝的时阵落雪，落一个雪落要到3公尺高，所以30公分高，毋是3公尺高，3公尺足悬啊咧，惊死人！30公分高的树啦无迄个雪透明一直落，落到尾手的时阵迄德国的兵无材料拍，怎一直撤退，所以伫迄一届的时阵因去经历着上帝的照顾，所以咱是伫即个真困难的时代内底。咱向着上帝来祈祷。今仔日的世代内底是一个愈来愈凉冷的世代啦。总是即款的凉冷内底，就是因为人即马毋是无爱插你，人即马是伤济因由，你知无？所以咱家己嘛会安尼嘛就有的时阵看手机看到袂记哩插人，你知无所以咱会变做怎愈来。毋是无爱插你，是有一寡物件更较吸引我，会马上会产生对我的影响，所以咱就会真容易安尼。所以人会变做圣经讲人会愈来愈冷淡。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咱的，因为咱无去顾念着别人，所以疼心也会愈来愈少。总是咱求上帝赐恩伫咱的教会，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疼惜人，咱敬拜上帝。咱是来领受上帝的赐恩，互咱真正活出一个人的款式。所以伫凉冷的天气内底，感谢主，大家人秉持着热心疼主的情来到伫上帝的殿中，咱甲兄弟姊妹三甲做享受伫基督内底即款上帝国、上帝的家庭的亲情甲温暖。咱感谢伫主的面前，咱开声来感谢来祈祷，来将一切荣光归予主，也互咱的活命。活出上帝迄份的热情，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主你是阮的活命，主啊，阮伫这个世代内底有真济阮看起来感觉美好的代志，但是伫主你的内面，遐才是真正的喜乐、平安、活命的疼痛。主，阮感谢你今仔日，阮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人倒转来到上帝你的厝内底。阮看到阮的兄弟姊妹，阮的心就欢喜阮的心就着跳，因为阮会通伫这个地面上彼此相听，互相照顾，因着你家己的恩典，主你的热心来成就伫你的教会当中。主是你是帮角者，互阮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照主你的真理，阮联络得合适，建造诚侪一个灵宫，就是上帝你所欢喜。你家己的意爱的，主愿伫这所在，搁再一届感谢你的疼，赐阮过去阮的日子，主啊，新的恩典，新的一年，主你家己新的祝福要继续伫阮的身上。虽然阮的外体一天一天咧毁害，一天一天咧旧去，但是主你安尼束缚伫阮的身上，所以阮的内面是一天比一天搁较新、搁较水，并且阮倒转到上帝你的国。你的永远的家，主啊，迄个日子也对阮来讲愈来愈近，阮就近你所束缚迄个美好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将一切上赞而乐、荣光拢归予你。你继续来赐恩恩赐伫阮的身上，
因着圣灵伫阮心中的引带感动，主互阮伫这个地面上，每一工拢总是新的，是照主你的应允讲，每早起是拢是新的，你的信息极其广阔。阮感谢主，你伫这一切的事上继续引带阮，互阮伫主你的教示，伫你的真理内底清气更新，并且每一日伫上帝你的看顾内底行你创造阮的目的，互阮甲迄个目标，每一日愈来愈靠近，愈靠近，直到主你命定伫阮身上的祝福甲荣光全然成就，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保安兄来报告。各位兄姐，大家高早，大家平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这个教会要尽善对每一个家庭训练，甲这个安保地啊，欢迎兄姐以着家庭为单位制交代处来领取一份。第二，2月13礼拜5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要来举行，敬请兄姐有留时间来参加，一同为着国家城市祈祷守望。第三，新春期间2月14至21，教会周间聚会各暂停一届，各小组请自行协调照常聚会或者是暂停。2月15日及2月22礼拜日上午台语堂及国语堂礼拜堂礼拜要来照常举行。第四，2月17就是初一暗时，初一甲这个拜二上午9点半要来举行的新春感恩礼拜。敬邀兄姐伫新的一年一同为着向主献上咱的感谢，同上主恩。第五，3月初一礼拜日下午3点伫丹门圣教会要来举行忠诚传道按幕的这个礼拜。敬邀兄姐将按参加，请你招来就来登记，登记到今仔日止。有无补充报告？若无补充报告，要来补充报告。门仔早下早可能温度头存10度至11度，比今仔14度会搁较冷，请大家衫着穿个少，好不容易有遮寒哦，莫去寒着。这是要请敬拜乐团。感谢主，因为耶主啊永远伫地。咱三个做起立，用感恩的心，用欢喜和乐的情，同齐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我要开嘴，我要学了高的歌，因为救主阳光今日就要临地面。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学了主。基督救恩今日就要临地上，恭敬基督天神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也相笑学乐，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我要开嘴，我要学了高的歌，因为救主阳光今日就要临地面。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学了主，基督救恩今日就要临地上，用敬基督天神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也相笑学乐。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我要开嘴，我要学了高的歌，因为救主阳光今日就要临地面。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学了主。基督救恩今日就要临地上，恭敬基督天神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也相笑学乐，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
我所定着的义，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也双手合拢，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今仔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其中着欢喜感谢。早起的时阵7点的时就有一个人传因教会做礼拜影片给我，7点，因教会在咧做礼拜，伊就阿尾伊就甲我问讲，牧师恁教会几点聚会？那开始聚会未？我甲伊讲，阮8点半才开始，伊讲8点半阮就结束啊。了后是你知因是伫倒呀安徽啦安徽省因的兄弟姊妹透早就起来做礼拜。你看因7点做礼拜，因就6点就爱起来。是伫一个庄卡的教会，但是呢，兄弟姊妹大人三甲做伙伫上帝殿中敬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伊的阳光、伊的救恩丰富临到咱，所以咱同齐开声，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城市，为着咱的国家，伫上帝看顾，伫伊荣耀的日子，咱要同齐敬拜，奉主的名宣告，万国万邦。拢要来敬拜上帝，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现在，你是主，你是上帝，耶和华就是你，耶稣基督就是你，亲爱的圣灵就是你。我用敬虔的心来学乐，来敬拜你，亲自成就一切的荣耀。主啊，互阮伫这个世代甲你相连结。主啊，我的心较无你，较无追求你，赦免我，互真侪物件引诱我的眼目离开了你至好这个救赎、恩典甲荣耀。主啊，你保守我，继续引导我，互我伫你的面前，甲你相同行，独独你是主。主啊，你的名堪受一切大恶乐，你的名堪受一切的敬拜，只有你的名会当受恶乐、受敬拜。耶和华荣光拢归乎你，拢归乎你，拢归乎你，主拢总归乎你，将一切恶乐拢归乎你。你的恩赐享受，我感谢，将你的医治平安赐福伫你的百姓，感谢主，靠耶稣基督圣名。我要开嘴，我要学了到天光，因为救主荣耀今日就要你的日，我心跳跳，我心欢喜学了主。基督救恩今日就要啉地酒，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双手合拢，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我要开嘴，我要学了到。救主荣光今日就要临的面，我心跳跳，我心欢喜学了主，基督救恩今日就要啉地酒，恭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双手合拢，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双手合拢，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双手合拢，哈利路亚，荣光归
定定的日，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要和我所定定的日。咱拍鼓将一切阳光归于咱的主。亲爱兄姐，请坐。救主用伊极大的疼痛赐阮伫咱的内面，互咱的心甲伊相连，天地拢要来吟唱。伫主的面前讲，主，你的阳光甲我同在，照亮我的心怀。救主阳光照伫我心内，有大荣耀光彩，世上的光拢会闪避，主光很有真美，快乐阳光有福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有主阳光照伫我心内，有大荣耀光彩，世上的光拢会闪避，主光会有真美，快乐阳光有福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伊拢是我充满我心内，上用天地主宰，所有是我主了所爱听，我声响彻天下，快乐阳光有福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有主耶稣甲我同在，我心何定喜爱，平安圣洁上伫我心内，我上主大恩爱，快乐阳光有福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咱连续来唱副歌，快乐阳光有福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快乐阳光有福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快乐阳光有福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救主阳光照伫我心内，有大荣耀光彩，世上的光拢会闪避，主光很有真美，快乐阳光有福阳
是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咱三甲做伙来祈祷，为着上帝所赏赐咱救恩内面的喜乐来感谢，为着上帝引带咱行过所有的困难，互咱会当得胜，会当得到欢喜，得到感恩来感谢。咱为着上帝赐福互咱，迄个咱的目睭毋捌看过，耳光毋捌听过，甚至咱心内想袂到的，遐尼大的稳定甲快乐，甲咱同在。天顶地下上界大的能力，甲你三甲徛起，为了这，咱同齐来献上快乐感恩的祈祷，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将着极大稳定赐福伫阮的心上。主，我们感谢，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是你，独独是你，将着迄个喜乐稳定充满伫阮内底。主啊，我们亲像阮向你祈祷，亲像迄个塑胶的姊妹，伊伫迄个所在安尼讲，主。先生，请你将迄个活水赏赐予我，请你将迄个活水赏赐予我。主啊，是有个亲像你伫耶路撒冷所讲，信你的人要对伊的北来庆出活水来，一直庆到永生。主啊，是将到这个活水泉赏赐予我，因为伊是我的需要，因为伊是你的赏。并且照着你的应允所讲，将来我们伫上帝你的国度，伫活命河的水边，伫迄个所在讲，迄个活命河的水要互阮啉，会当医治阮，会当伫阮的活命内底带出美好、荣耀甲敬信。主耶稣甲阮同在，甲阮同在。但有主耶稣甲我同在。我心和平喜爱，平安圣地上伫我心内，我常常做尊爱，快乐勇敢有好勇敢，而是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快乐勇敢有好勇敢，而是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感谢主，因为阳光要照亮着咱的生活，着咱每一日，着咱的心，互咱靠主刚强，心内有快乐。阿门。
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怀甲盾牌。我的心靠无，要予你欢喜。我相信，用你归落敬拜。你是我主，我的望，是我的坚固照伴甲陪伴。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怀甲盾牌。我的心渴慕，要予你欢喜。我相信，用你归落敬拜。圣经讲，耶和华是咱的主，伊是活活的神。伊讲伊是咱的主，毋是要甲咱控制，是要甲咱保护。伊讲的话，伊的命令，毋是要甲咱控制，是要互咱知影安怎样啊行，咱才会闪撇掉遐个罪恶、问题甲困难。伊是咱的主，伊一定会保护咱。伊是咱的气力，一定带咱行过困难。伊是咱的盼望，一生直到永远。伊是咱的照顾，咱的拯救。咱伫主的面前来感谢，来宣告讲：主啊，是你是我的主，愿我一生互你所路用，活伫你的照顾，见证你的同在。咱同齐开声来祈祷，来感谢，请。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要感谢你的听头，主我甲家己奉献予你，照你的话语来行。你讲你是我的主，你要保护，你要照顾，你也要教示，你也要陪我，你要疼惜我。主，你要互我知影善恶。伫真理内底的善恶，毋是家己定着的善恶。我的上帝啊，帮助我，互我进入你活命的丰盛。你甲我同在，你看我若是活伫你的真理内底，你的欢喜无比这个更较大的。愿我行伫你的真理内底。互你欢喜，互你得到阳光，就亲像我对你得到阳光同款。主啊，有你做我的主，主有你做我的爸，主有你做我的引传，我的活命就会带出迄个真实的你好。你是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互我活伫你真理的光中，真做光明的行子，将家己献伫主的面前，愿你赐福引带，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门。咱同齐起立来吟唱这首诗歌。你是我主。我的坚固照伴甲陪伴，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怀甲盾牌。相信用你归落敬拜，你是我主，我
照半工开来，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盾牌，我的心渴慕，要互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盾牌，我的心渴慕，要互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主耶和华，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心虔诚，倚靠你，仰望你，因为阮知影，只有你是阮活命的救主，只有你是阮一生的道路。主啊，当阮对你来行的时阵，阮的心、阮的灵，就要搁较济来仰望上帝你的引带甲带领。虽然伫阮的内面，阮毋知影要往倒位来行，但是照着上帝你的真理。照着上帝你的话语，互阮会当知影倚靠你，互阮会当知影要怎样来超出上帝你的心意，互阮借着祈祷，甲你同工，借着祈祷，甲你同行，互阮的一生就行伫公义正直的道路顶面，永远无偏离。愿你的心意直正伫阮的内面，愿你的心意引带阮，互阮的一生倚靠你，仰望你。互阮的教会伫上帝你的疼痛、你的恩典当中，更较侪经历上帝你满满的祝福甲恩典。感谢你，愿荣光、愿颂赞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来上堂来用主祷文、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请。阮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直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着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即时三甲做伙用启文来交托、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我来替请兄弟来用。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啥事离开我？我的上帝啊，我一时呼求你无应允。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儿女做宝座的，求你毋通远离我。天雷围着我，恶党权势我。我的骨头我拢会当算过，nhìn着目睭看我。因分我的外衫，我的内衫袖口啊，耶和华求你毋通远离我的救主啊，求你紧来帮助我。我要将你的名传予我的兄弟。恁敬畏耶和华的人，爱学乐伊。阿门。咱圣经交托到这，将下面的时间交稍微传道，谢谢。OK。
两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疼痛甲稳定，虽然天气搁较有变寒，但是咱感谢主，是上帝照着时间一直咧互地球咧运转，上帝照着时间一直咧互四季会当伫当中来运行。咱感谢主，这是上帝真美好的稳定。今仔日咱要搁一摆伫主日再起时，同齐主日，咱要同齐伫主的面前来敬拜伊。即时咱就要同齐，要用读经，要用听道，要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咱来掀开周报第4面，请咱来掀开周报第4面，也是咱若是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嘛会当来掀开圣经。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提摩太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3章14节到16节。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14节到第3章14节到16节，现着请咱着同齐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请。我指望紧到你遐里去，所以先将这个代志写互你。若是我难言日久，你也会当知影，伫上帝家当中要怎样行。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教会真理的调整甲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伫肉身显现，受圣灵称义，受天使看见，受传伫外邦，受世间人信服，受接伫荣耀内。阿门。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疼痛阮的主上帝。你也是疼痛世间人的主上帝，主啊！伫即个世间，有缘有济济伫即个世间的百姓，也阁毋认，也阁无认捌真理。但是上帝啊，你互教会伫即个世代当中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借着上帝你的话语，要传扬出去，要互更较济人认捌这条真理的道路。主啊，求你亲自引带阮、领导阮、扶持阮，互阮伫当中会当挖靠上帝你的心意的时阵，阮知影，阮的活命是已经伫上帝你的引带当中，是已经伫上帝你的保护当中，阮就会当伫这个世间来宣扬这个见证。主啊，求你亲自借着今仔日，阮伫当中。做伙彼此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主啊，你就伫当中更较济，愿来显明你的心意、你的疼痛、你的引带。愿感谢你，愿你祝福下面的时间，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要做伙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真理的调整甲根基。真理的调整甲根基。咱拢知影，伫咱的活命，伫咱的信仰当中，咱相信有一个唯一的真理。这个唯一的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这个唯一的真理就是上帝借着圣经要来引带咱，要来，互咱的活命会当因为照着圣经的道路，照着上帝心意来行，咱的活命就袂歪岔去。这是上帝赐福，互每一个世间人。拢有一个真明显、真清楚的启示，就是这本圣经。但是虽然伫当中，咱知影，圣经咱伫即个信仰内面，咱拢知影，每一个基督徒，拢知影爱读圣经。但是咱读圣经是读到什么程度呢？咱读圣经，咱对圣经的认捌是到什么程度呢？有时阵啊，伫诗篇内面有一首歌讲安那，讲吼咱的心较无上帝，心无上帝，就亲像落心无溪水共款。落亲像落心无溪水，就代表安那？代表咱是落，敢是每一工拢爱啉水？是，咱每一工拢爱啉水。但是呢，有一个我听过有一个牧师啊，伊就咧形容讲吼。讲即摆的基督徒吼，拢无亲像落共款，
即摆基督徒拢安那，拢亲像骆驼共款。嘿，骆驼是啥物意思呢？就是骆驼吼，若是啉水了吼，伊会当冻10几工，冻1个月拢袂要紧。因为安那，因为讲吼，我有啉水啊，我着安那，我着1个月毋免啉水，但是我伫即个沙漠当中咧行的时阵，拢袂喙焦。但是呢，其实圣经毋是爱咱成做一个骆驼，圣经是爱咱成做亲像鹿共款，会当定定甲上帝亲近，定定甲上帝做伙。所以，当咱伫今仔日咱要分享即个题目真理的调节甲根基，有一个真重要，咱一定爱先知影的代志，就是咱一定爱对上帝真理，咱爱亲近。咱爱明白，咱爱真正每一天来羡慕上帝的话语，每一天来挖靠上帝的心意，咱才会当知影，咱的一生会当怎样来对着上帝的道路来行。今仔日咱要做伙来分享，使徒保罗伫提摩太前书当中讲到真理的调节甲根基，伫这当中特别讲到，什么是真理的调节甲根基呢？是教会，是教会。教会是啥物意思？教会毋是咱即个礼拜堂叫做教会，是咱伫遮同齐组织伫遮聚会做伙敬拜上帝的人。每一个兄弟姊妹，即个群体叫做教会。所以咱每一个人，咱都亲像是遮个条啊共款，咱着徛伫当中，咱会当伫当中成做真理的调节甲根基。咱先用一个故事，咱来思考。这个故事大家有看过无？这个童话故事叫做安那3只小猪啦。3只小猪吼，咱过去吼，这3只猪仔吼，咱咧看这个故事的时阵，咱学会晓是啥物？咱学会晓就是安那起厝爱安那爱用砖头来起对无？哦，起厝就是安那哦，咱莫想讲吼安尼。我较贫惰，所以我着安那，我着伫当中学用遮个草啊，用遮个茶，着家己去斗做伙，安尼着好啊。安尼无法度抵挡即个安那，抵挡即个野狼的攻击。伫3只小猪过去吼，咱可能咧读的时阵，咱拢是咧教囡仔讲，你着爱安那，爱较殷勤的，着爱安那，爱你若做代志，着爱较认真的，着一定爱安那，一定爱起好七种共款。但是其实呢？这个故事毋是干那教咱讲咱的态度爱安那，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咱讲是前提。这个前提是啥物呢？这个前提就是讲安那，当咱用啥物款的建材咧起厝的时阵，当咱实际上咧面对环境的压力的时阵，才会显出这个建材真正的价值，才会显出这个建材真正的价值。无论咱用啥物款的建材伫当中要来起厝，但是伫咱当中，咱敢有想过，为什么用即个草？为什么用即个插头无法度抵挡即个野狼的攻击？是因为安那？是因为遮个材料无够稳固，是因为遮个材料无法度伫即个攻击当中已经无法度去抵挡。可能落雨的时阵，还可会当，互咱会当扛咧，会当无袂淋着雨。但是若是风吹的时阵，就会倒去。所以伫这当中，咱会当来思考一件代志：伫咱活命当中，伫即摆的教会当中，咱敢是嘛是咧面对野狼的攻击呢？伫当中，咱的防御措施伫当中，咱所用的即个起造的建材有较稳固嘛？伫圣经当中，其实就是安尼甲人讲。当咱咧掀开提摩太前书的时阵，咱会发现讲，保罗就是咧形容讲，使徒保罗写批互提摩太，就是咧形容讲，伫迄个时阵，当提摩太咧牧养以弗所教会的时阵，伊就拄着真济伫当中。保罗讲，遮个人是假的教师，遮个假的教师呢，伊就伫当中咧传别个福音，伫当中咧传一个毋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伫当中就去传互人的时阵，就互一寡人会当去相信伊，会对伊来行。
所以保罗就咧形容讲，其实伫迄个时阵，提摩太所面对的这个假的教师，就亲像亚龙共款，亲像亚龙一直咧攻击以弗所教会。伫当时，咱会当看到，当时迄个时阵，以弗所教会所面对一个真大的，咱讲是异端。这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这个诺斯底主义呢，伊的意思就是安那，伊是诺斯底这个意思，伫希腊文当中就是知识的意思。所以伫当中，因就是咧，即群人就是一直咧追求知识，甚至是安那，甚至是真神秘的知识。意思就是讲，因原本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甲基督教合作伙，就有一群人叫做基督教诺斯底主义。这群人因嘛是相信耶稣，但是因相信耶稣的方式无共款。因相信耶稣是相信讲哦，耶稣就是安那，耶稣就是上大的老师。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就是传讲真重要、真好的这个知识。咱一定爱学习这个知识，咱一定爱军队这个知识，咱才会当得救。但是其实因就安那，因就敢若将耶稣当作是一个老师，但是因无将耶稣当作是救主。所以因强调伫这个信仰当中爱有一个神秘的知识，但是因否定了这个耶稣得成做肉身这款的形。这款来到伫世间的真理，因敢若想讲哦，耶稣就是伫当中要来传讲这个知识，但是对耶稣伊所做所行的，完全拢无承认。所以到落尾，这个诺斯底主义会互这个信徒带来的这个后果，就是安那，就是因所信的，就敢若去追求这个知识。但是因所信的，甲因的生活是完全离开的。因的信仰无法度甲因的生活连接，因就敢若想讲，我要一直咧追求，但是这一切拢是虚空，这一切拢是伫咱所看袂到、咱所摸袂到的物件。所以伫这当中，主耶稣来到伫这个世间，伊毋是敢若假做一个老师。使徒保罗伫当中，就一直咧对伊所传的福音当中，伊一直对当时的教会一直咧强调这件代志。因为安尼，伊嘛特别伫提摩太前书当中，伊写批互提摩太。伊写批互提摩太的时阵，伊就特别对因来讲，你一定爱安那，一定爱去真斟酌看，什么人伫当中传别的福音，什么人伫教会当中所讲的，是甲我所传的是无共款的。伊一定爱抵挡这个假的教师，这个假的教导，通互咱会当伫当中来知影，到伫今仔日，咱的活命，咱的教会，咱会当伫这个世代当中，成做一个真理的调节甲根基，是一个真有重要的意思。就是教会袂当随谈着这个假的教导会当来歪错去。教会一定爱伫真理当中爱徛在，教会一定爱伫真理当中爱徛在。首先，咱就来看第一个部分，保罗写批互提摩太，这是一个传承真理的现实的转送。保罗伫提摩太，咱拄仔所读的即个经文当中，伫提摩太前书当中讲到，我指望较紧到你遐里去，但是我可能无法度遐紧得去，所以保罗讲，我先将这个代志写互你。保罗心内面想讲，我想要较紧到你遐里去，这代表讲，伊对提摩太即摆的处境。有真紧张、真担心、忧虑，伊惊讲提摩太毋知影要怎样来去甲遮个人对话，伊惊讲提摩太毋知影要怎样来抵挡遮个假的教师，所以伊就安那，伊就想要赶紧到伊遐里去，但是伊可能伊骹路无遐尼紧，所以伊就先安那，先写批
请人送去，请人送去的有一个，咱讲是限时批啦。限时批就是一定爱甲邮差吼注明讲安那，注明讲哦，我加钱，但是我一定爱，互我较紧会当送过去。这个限时批就会当送到伫提摩太当中，所以伊讲我先将这个代志写互你。若是我伫当中有较延迟，安尼你嘛会当知影，你看到这个批，你就知影伫上帝家当中要怎样来行。伫圣经当中，保罗互咱形容，甲咱形容即个限时批，这其实就亲像安那，这其实就亲像一个甲时间咧比赛、咧赛跑的一个传承。保罗伊担心伊家己若是延迟，提摩太就伫当中无法度来面对这个假的教师，伊就想要赶紧赶过去。这个过程当中，互咱看到保罗对提摩太，伊老师甲学生当中彼此当中的情谊，互咱会当知影讲，哦，原来保罗伊虽然心伫外地，但是因心内面其实真安那，真挂念提摩太，真挂念以弗所教会。所以伊伫当中，伊不断伊2摆写批互提摩太，甚至是伊定定伊去倒一间教会以后。伊若是少年遮的教会，伊若是知影遮的教会拄着啥物款的状况，伊拢会写批互因，因为伊知影伊伫当中已经挂心遮的代志。所以伫咱活命当中，咱会当对保罗甲提摩太因2个人当中学习的一件代志，就是即摆的教会会当伫世代传承当中学习一个美好的典范，就是顶一代的信徒。会当尽心为着下一代来有备道路，这是一个传承真理的现实转送。顶一代的信徒，伊知影怎样，伊过去经历啥物款的代志，伊知影若是下一代的信徒拄着这款的代志，毋知影要怎样来面对的时阵，顶一代的信徒会当来帮助伊。写批互因，互因知影讲哦，原来拄着即款的代志爱安怎做，原来伫上帝的当中爱怎样来行。所以提摩太伫当中，伊摕到即封批，一定嘛知影讲哦，这就是保罗要特别写批互伊，特别互伊有看到即张批的时阵，就知影讲原来保罗是遮尔疼伊。原来保罗是遮尔为伊准备好，为伊款好。这是即摆的教会，咱会当做伙来学习的。顶一代的信徒会当尽心为着下一代来有备道路。伫教会当中，咱若是要传承上重要的就是安那，上重要的就是一定爱咱讲有一句话讲安那，讲前人种树，后人怎样？乘凉，顶一代的人，若是伫当中种遐个树啊，但是这树啊，敢有生遐紧？其实无。但是安那生到后一代的人开始成长，开始后一代的人变做大人的时阵，哦，这个树啊嘛变甲较大，会当来互后一代的人会当来乘凉。所以伫当中，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的代志。这个这丛树啊，吼是阿里山公园当中的一个真有名的树啊。这个树啊叫做安那？叫做三代目。三代目是啥物意思？就是这丛树啊，吼，其实安那？其实已经有3代啊。第一代伫倒位呢？第一代就伫下骹，已经倒伫下骹。但是安那？第一代就成做第2代的养分。第2代呢，就是食。第2代就是食，就是第一代成做第2代养分，啊，第2代呢，第3代搁伫第2代根基顶面伫当中来成长。这就是阿里山伫当中的3代目。第一代为着第2代来拍好根基，但是第2代搁成做第3代，会当持续来往顶面来发展的助力。所以，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的代志。教会一代传一代，
教会毋是讲哦，咱教会就是咱即代的人，咱即代的人吼，若是拢过去，安尼即个教会就散去啊，即个教会就无啊，毋是安尼。伫基督信仰对着使徒保罗迄阵开始，对着使徒时期开始，建立教会到伫今仔日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到伫2000年的时间，一直拢叫做教会，一直传扬福音去到伫世界逐角落。伫当中，咱会当看到的就是教会永远无改变，真理永远无改变。咱头一代、第一代基督徒所相信的真理，到伫今仔日犹原是共款，到伫今仔日犹原无改变。这就是伫教会当中一个上重要的目标，咱爱传承真理，咱爱传承真理。保罗伫当中写批的心情嘛是安尼。保罗的心情就是讲，伊知影伊家己，伊即代一定有一天会老去，但是伊必须要确认讲，第二代的提摩太，甚至是第三代的教会，会当持守迄份纯正的真理。会当持守迄份纯正的真理，无互世间虾米款的异端、虾米款假教导，甲伊行歪错去。这是使徒保罗伫当中写批，互咱会当伫当中学习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所以，上耶稣保罗伫当中讲到，伫上帝家内面要怎样行？伫上帝家内面要怎样行？伊要教导提摩太一件代志，你爱伫教会当中教导所有的兄弟姊妹，用行动来传承，用行动来传承。伫教会当中，咱怎样会当用真理彼此相对待？则怎样会当用真理彼此相对待？通互咱会当传承互下一代的，毋是一大堆的规范，一大堆的教义。是安那，咱所传承互下一代，是真实活命的榜样，是真实活命的模范，是真实互下一代的人会当看到讲，哦，原来咱的爸爸妈妈，原来咱的阿公阿嬷是遐尼敬虔、遐尼专心听主的基督徒。这是咱会当伫教会当中做伙学习的，伫上帝的家当中。咱要怎样来行？第二个部分，咱要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第3章15节后边段经文，继续讲，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调教甲根基。这个家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调教甲根基。保罗伫当中讲到，教会伫这个世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形象。就是真做真理的调教甲根基。这个调教甲根基是虾米款的意思呢？咱顶2礼拜伫当中讲道的时阵，伫当中有讲过，咱用一个建筑的意象，来讲到，咱要起造真做一个灵宫。咱每一个人拢是伫当中的建材。保罗伫当中其实嘛是用一个建筑的意象。伫当中来去形容教会是虾米款的意思？教会的意思就亲像提摩太当时伊伫以弗所，伫以弗所有一个真有名的遮个神庙，叫做是亚底米神庙。这个亚底米神庙就伫当中，到伫今仔日还阁有这个遗迹伫当中，就会当看到讲伫当中神庙内面拢有真侪条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写批。互提摩太看到这个调教的意思，就一定会看到讲，哦，对，咱若是爱起一个建筑物，安尼调教甲根基是真重要的。教会伫当中，就是爱真做一个会当伫当中安那，甲遮个规个建筑物，借着遮个条啊，借着遮个根基，互即个建筑物会当袂因为风吹就倒去。袂当因为虾米款的地动就倒去，所以教会伫当中真做一个守护真理的角色。
教会毋是真理的创造者，真理毋是教会发明出来，教会敢若是守护、是保护真理的角色。教会毋是讲教会讲啥物，啥物就是真理，是耶稣讲啥物，圣经讲啥物，啥物就是真理。教会是安那？教会是照着耶稣所讲的来行，照着圣经所讲的来行。所以教会是真做一个保护、真做一个守护真理的角色。伫当中，咱会当学习的，咱用建筑的顶两礼拜，咱用建筑的意象来思考这件代志。但是今仔日呢，我想要用另外一个方面来思考，就是咱头拄仔讲的，咱教会要真做一个承载真理的这个防毒软体，就是咱电脑吼，电脑若是安那，电脑咱若是惊中毒的时阵，咱拢会去倒迄个防毒软体，就是伫当中安那会去扫描，会去看讲哦，咱伫即个电脑内面有啥物款的病毒，啊，就伫当中甲伊扫出来，啊，就伫当中甲伊隔离。教会就是要真做即款伫世间，教会伫世间要真做一个防毒软体。防毒软体有啥物款的功能呢？防毒软体的功能就是安那，第一个就是伊会当扫描，伊会当去分辨讲啥物物件是正确的这个程式，啥物物件是病毒。所以伫教会来讲，教会就是会当去分辨讲，伫即个世界有啥物代志是安那？是世界已经透过网络，透过即马流行的价值观，会当去植入伫教会当中的病毒。咱特别爱注意，特别爱伫当中借着即个防毒系统，会当伫当中扫描，就知影讲这个物件是病毒。扫描出这个物件是病毒，就爱安那？就爱第二部分，就爱去隔离，就爱去将这个物件甲伊隔离出来，甲伊保护教会袂受到攻击。所以教会爱伫当中知影啥物是病毒，伊就会当安那将这个错误的教导甲伊隔离出来，就保护信徒袂受到感染。第三个部分，咱要怎样会当知影？怎样会当分辨啥物是病毒呢？咱就爱安那，就爱一定爱定期会当来安那更新即个病毒码，就是咱若防毒软体吼，一定拢爱安那，一定拢爱更新。因为安那因为病毒吼，伫即个世代，即个病毒一直咧推陈出新，就是一直有新的病毒，一定有新的以前无出现过，但是即马出现啦。所以就爱一定安那，一定爱去知影哦，啥物代志到伫今仔日，咱知影这个代志是错误的教导，咱就爱甲伊隔离出来。所以咱一定爱继续伫当中来去扩张咱真理的这个资料库，通互咱会当面对新时代的挑战的时阵，咱会知影讲咱要怎样来行。所以这就是伫今仔日，咱要特别借着真理的调教甲根基伫当中来思考的代志。保罗伫当中讲到，教会真做一个保护真理的角色，真做一个守护真理的角色。安尼，这个守护呢，一定爱有方法。这个守护就一定爱安那，一定爱知影我要隔离什么款的代志，隔离什么款的思想，隔离什么款的病毒，隔离什么款的代志，通互教会会当维持这个完全纯正的真理。这较是伫当中咱会当学习的。伫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伊所面对的，就亲像咱头拄仔所讲的，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因所面对的是诺斯底主义这款的病毒。但是到伫今仔日，咱所面对的已经无共款啦。今仔日咱所面对的，其实有侪无共款的病毒。今仔日呢，我就特别讲一个，要甲各位来分享。即摆
即个时代属灵的病毒有只是即马呢有一句话叫做后真理，就是即马的时代已经成做一个后真理的时代。啥物是后真理的时代呢？伊的意思就是安那？伊的意思就是讲，即马的人的思想吼，已经甲以前无共款啦。即马的人的思想就是安那？就是无有一个共同的客观的真理的标准。这是啥物意思？意思就是讲，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你所讲的对，你认为迄是对，安尼就是对。但是我认为我讲的是对，安尼嘛是对。所以每一个人有家己无共款的想法，安尼拢对。其实咱若有一寡代志用安尼的讲法来讲，其实是无毋对的。有一寡代志就是每一个人咧看共一样代志的无共款，看法无共款，所以每一个人看法拢可能是对的。但是有一寡代志是无法度改变的，是无有第二种看法的，就亲像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对圣经的解说，其实无有第二种看法的。所以今仔日的人咧讲到，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伊的意思就是安那？伊原本的意思是想讲，会当包容讲哦，是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声音，咱会当包容这多元的声音。但是其实伊所到落尾，伊咧带出来的就是安那？就是每一个人拢想讲，我讲的就是对的。你讲的对，无毋对，但是安那？我无一定爱相信你讲的，因为我所讲的嘛是对的，我所讲的嘛是真理。所以因就无搁再相信，这个世间有绝对的真理。伊无搁再相信，这个世间有绝对的真理，敢若相信讲，这个世间有相对的真理。所以到落尾，伊会带来，互教会伫当中有一个真大的挑战。互教会伫当中有一个真大的挑战，就是当这个世界的道德的系统已经安那，已经宕机的时阵，教会必须要站出来，守护真理的价值。因为这个世代的人一直咧想讲，哦，我想要安怎做，我就安怎做。这个世代的人，就是掠家己做中心。掠家己做即个世界的中心，伊就想讲，我想要安怎做，我就安怎做。但是教会伫当中知影，人毋是世界的中心，上帝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咱爱照着上帝的心意，照着上帝的旨意来行，毋是干那想讲，哦，我为着要配合，要邀请人来教会，我就无甲因讲遮的真理。咱爱伫当中守条即个界线，咱爱伫当中守条即个界线，保护、守护真理的价值，无容阮即个世界甲伊抢夺去。这是保罗讲，教会成做真理的调教甲根基，即个真重要的意思。当即个世代，当即个世界需要有人伫当中，需要有人伫当中站出来，伫当中守护即个真理，莫互真理，互人去改变，莫互真理，互人去甲伊删减，讲哦，咱啥物圣经所讲的代志吼，啥物代志吼是千几年进前爱遵守的，但是到伫今仔日毋免遵守啊，毋是安尼。咱一定爱守护圣经的真理。并且佮爱甲伊宣扬出来，佮爱甲伊宣扬出来。所以第三部分，咱要做伙来看，就是即个教会呢，要伫即个世代当中，要成做即个混乱的世代的 GPS 导航。即个导航是啥物意思呢？就是咱若是有咧开车的时阵，咱拢会安那去到伫一个咱无熟悉的所在。咱可能拢会用导航伫当中去设定路线，设定即个路线，讲哦，咱要对咱
即摆所在要到遐去，安尼爱行倒一条路线，安尼伫当中爱行偌久，啊伫当中可能啥物所在有塞车，啥物所在爱去行别条路等等的。即摆的导航做了真正足好，但是呢，伫即个世代当中，教会嘛是爱诚做伫亲像即个导航的角色。即个导航的角色是啥物意思？就是爱引带世间人去行正确的道路。爱引带世间人去行正确的道路，所以保罗伫16节继续讲到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讲所有的人拢承认，即个敬虔的奥秘是真的。即个敬虔的奥秘是啥物呢？就是上帝伫肉身显现，受圣灵称义，受互天使看见，互传伫外邦，互世间人信服，并且受接伫荣耀内面。这6句话，这拢总有6句话。这所讲的是啥物呢？这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伊道成做肉身，伊来到伫即个世间，伊所经历的过程，就是这6句话所讲的。所以，即个世代当中，就是咧，教会就是伫即个世代当中，要对世间人来讲，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有一条真理的道路，教会爱伫当中去宣扬出来。教会爱伫当中，互世间人看到，互世间人听见。所以，这就来到伫真理的调教甲根基，这另外一个伫圣经研究圣经的圣经学家伫当中的解说。另外一个解说，伊讲安那呢？伊讲吼。当时伫罗马帝国的时阵，即个调教常常去互人、去互政府摕来安那，摕来去打即个政令的公告，就是安那，就是公告讲哦，即个咱政府吼最近要推行啥物款的政策，就伫当中公告伫即个条仔顶面，就亲像咱教会外口即个跑马灯，有无？即个跑马灯吼，定定吼，有时阵迄个。咱社区迄个建中遐吼，伊就来甲人讲吼，哦，请你吼来帮咱社区吼来看啥物款的政令宣导啦，就伫当中讲宣导啥物款的代志啊，所以就因为安尼，经过的人就会当看到讲哦，最近吼即个政府咧推行啥物款的政策，即个条仔的意思其实就是安那，就是咧张贴即个政令的遮个公告，所以。保罗伫遮讲的就是，教会成做一个真理的调教，伊的使命就是要将即个稳重的奥秘甲伊掠开，甲伊天开。好，即个稳重的奥秘会当互世间人看到，会当互世间人知影，互即个世界明白原来真理的道路是啥物，原来真理的道路是啥物。这就是教会成做真理的调教。另外一部分的意思，是一个世界公告的一个公告呐，是一个世界公告的一个公告呐。但是伫当中，咱爱知影，咱对外宣告的，咱所对外宣告的，毋是一套教义，毋是一套教条，咱所宣告的是救主。咱毋是一直咧对世间人讲安那。讲你着爱遵守这，你着爱遵守迄，你着爱做迄，你着爱做迄，毋是安尼。咱咧对世间人所宣告、所宣扬的福音，即个福音的意思，是因为耶稣基督。即个福音的意思，是因为咱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会伫当中指引咱正确的道路。所以咱所宣扬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咱所宣扬的是即唯一的救主，这确实伫当中，咱会当做伙来同行的代志。教会要伫当中宣扬耶稣基督。首先，咱若是要宣扬，咱就一定爱哪，一定爱先对耶稣基督来行。咱就爱先对耶稣基督的脚步来行。伫顶个月的时阵哈。顶个月时阵，有一个人吼，到伫台北，伫当中咧要去攀登即个台北101。伫当中，即个人
吼，那有人有咧看伊爸无？有人有咧看伊，伊拄啊好2礼拜前吼，就礼拜日的时阵，所以拄啊好咱咧做礼拜的时阵，伊开始咧爬啦。但是呢，伊咧爬的时阵吼，我因为咧做礼拜，所以我嘛无咧看，所以呢，就等落尾吼，我较去看遐影片。但是呢，因为已经知影结果啊，所以咧看影片的时阵吼，袂遐尼紧张啦。但是伫现场咧看的人吼，若是咧看即个线上直播的人吼，一定都看愈紧张，因为伊咧爬即个101的时阵吼，伊是安那，伊是拢无用啥物款的装备，伊就干那徒手安尼攀爬。伫咧攀爬的时阵，虽然其他的人拢伫当中去看的时阵，拢会足紧张，拢会为伊安那捏一把冷汗。甚至是到落尾，伊要到伫上顶悬的时阵吼，伊阁有一段吼，伊将双手都放开呢，啊，就用骹伫当中甲伊讲咧安尼哦，我就看着就感觉哦，安尼吼真紧张啦，嘿。但是呢，下骹的人看了就紧张，但是伊家己敢有紧张？其实伊家己吼无遐尼紧张啦，因为伊家己若是嘛遐尼紧张吼，安尼就害啊，所以。其实，即个人，即个 Alex， 即个人吼，伊咧爬的时阵，后来伊咧受访问的时阵，其实伊拢有讲，伊毋是咧看即个下骹面遮的观众吼，咧看伊咧话伊讲咧为伊紧张，伊干那看到伊头前要安怎行，伊安尼看到讲伊头前眼前的下一步，伊要怎样来爬，伊每一个伊要。手要抓伫啥物款的所在，伊拢已经先思考过，已经先试过，伊较会当伫当中来做。所以其实伊对即条路是已经真正安那，即条路是已经建立伫伊的资料库内面啦。伊是先知影即条路要怎样行。虽然伫世间人看起来即条路真危险，但是伊已经知影即条路要怎样行。伊就袂行歪错去，伊就伫当中会当完全放心来行。所以伫这当中，咱会当来思考的代志就是安那：咱敢有对着咱所行的道路，咱敢有熟悉？咱对咱所行的道路，咱敢有熟悉？军队耶稣的道路嘛是安尼。军队耶稣的道路，就是咱将即个导航会当放伫咱的心内。咱先认捌耶稣，咱先军队耶稣，咱先认捌耶稣基督的真理，咱就知影咱要往倒位行。当世间人有一寡伫世间人所讲的噪音，就是要引带咱会当行，引带咱行歪错去的即个噪音，咱会当安那，咱会当袂看无视遮个噪音啊，咱莫去听遮个噪音，因为咱知影。咱所行的道路是啥物？咱就会当专心来行，咱就会当专心来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伫这当中，保罗伫当中讲到教会是真理的调教甲根基。伫这当中，要用世间人来去公布即个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伫当中来宣扬耶稣基督福音。伫这当中，上重要的就是安那。就是教会一定爱安那，一定爱先行这条道路，一定爱先熟悉这条道路，一定爱先明白这条道路要怎样来行。教会才会当去引带世间人导航去往基督的道路来行。所以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让世间人来去显明讲，这条道路真正。是咱实际上行过的路，这条路军队耶稣的路，是真正咱所行过的路，为的是要将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真理显明，互世间人看见，要引带人转来到伫真理的道路顶面。就亲像保罗伫当中所讲的，上帝伫肉身显现，受圣灵称义，受天使看见。受传伫外邦，互世间人信服，并且受接伫荣耀内面。
这条路是耶稣所行过的道路，这条路是咱所爱传的道路，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怎样成做咱的救主这条道路。愿咱的活命就会当跟对这条路来行，明白知影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并且会当世间人来宣扬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通互教会伫即个世间成做真理的调节甲根基的时阵，咱会当知影，因为有教会伫即个世间，即个真理就无摇动；因为有教会伫即个世间，所以世间人会当明白正确的道路，会当明白真理的道路。因为有教会伫即个世间，所以每一代的基督徒拢会当伫当中做伙行伫真理的道路当中。真理的调节甲根基，是借着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当中同心来起造，甲真理一代搁一代传承落去，靠着圣经会当来抵挡这错误的教导，并且会当伫混乱的世代当中找到往前来行的方向。愿上帝赐福予咱，愿上帝引带咱，互教会伫当中会当真正伫即个世代当中徛互在，会当伫即个世代当中，咱每一个人做伙成做即个根基，会当互真理伫即个世代显明出来。咱同齐来祈祷。启示真理的主上帝，阮来到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懊恼，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上帝你的疼痛，因为上帝你所赏赐互阮的真理，互阮伫当中会当行正确的道路，互阮伫当中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阮的一生都无偏离，阮的一生都有上帝你为阮所指示迄个光明的道路。主啊，愿阮的心来投靠你，愿阮的心来仰望你，互阮的教会伫当中搁较济会当来明白，会当来较无上帝你的话语，互阮会当对上帝你的话语会当搁较济充满伫阮的内面，阮就知影要怎样伫即个世代来行，要怎样伫上帝家当中来行，要怎样伫即个世代当中，世间人来显明基督救恩的道路。主啊，求你亲自来引带阮，求你亲自来扶持阮。虽然阮过去有时阵，阮行家己的道路；虽然阮过去有时阵，阮毋知影要往倒位来行，但是上帝，只有你是阮的倚靠，只有你是阮的引带。求你帮助阮，互阮的教会伫真理的根基顶面，更较成长，更较刚强，互阮一生一世拢会当经历上帝你所赐福美好的恩典当中。感谢你，愿荣光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的时间，咱要当心伫主的面前来奉献。奉献是咱借着上帝所赐予咱美好的恩典，咱会当伫当中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伫即个世间有真济阁无明白上帝的人，阁无明白真理的人。教会伫当中有即个使命，要去甲福音传扬出去。所以咱伫当中一定爱了解教会推行各项的事工，伫当中嘛需要逐人的奉献，毋只是奉献金钱，甚至是奉献咱家己，成做上帝手中的器具，会当伫当中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将耶稣基督的道路，这条真理的道路显明出来。愿咱的活命，就借着咱的奉献来荣光上帝的名，来传扬上帝的名。请咱同齐起立，咱首先
咱先伫主的面前，咱同心用诗歌来敬拜，了后咱才来奉献。你是我主，我的望，是我的坚强石磐甲开来。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带甲盾牌。我的心脚无要予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主，你是我主，我的望，是我的坚固石磐甲开来。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带甲盾牌。我的心脚无要予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带甲盾牌。我的心脚无要予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用伊慈爱的双手来引带你，互你知影会当伫上帝的家当中同心起坐，互咱的真理的根基稳固，一代搁一代传承活命的真理榜样。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成做咱活命当中唯一的导航，互咱专注伫军队耶稣基督的道路当中，伫混乱的世代，互你的活命悠远坚固无摇动。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时常踮伫你的心内，互你有能力会当来分辨，并且来抵挡修德的白贼话，伫所信的道顶面徛立会知，并且佮忠进佮喜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灵的感动佮引带，定定甲你同在，特别要甲你厝里的人三个同在，对他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